虽然是孤单，嘛会当真快乐。这个时阵，孤单是一种境界，伊的人自由自在，过行着行，走遍爱去的所在。你我会当合班了后，返去厝内，享受家己的世界。一个人的孤单，并无可怕，最可怕的颠倒是，让那伴侣丢予伊无伫身边的迄种孤单。有你爱的距离，不过风景甲伊的人，伊不主动。你甘愿错过？如果伊不疼你，你甘愿一个人？无伴侣，虽然是孤单，嘛会当真快乐。这个时阵，孤单是一种境界，你的人自由自在，过行着行，走遍爱去的所在。你我会当合班了后，返去厝内，享受家己的世界。一个人的孤单，并无可怕，最可怕的颠倒是，让那伴侣丢予伊无伫身边的迄种孤单。有你爱的距离，不过风景甲伊的人，伊不主动。你甘愿错过？如果伊不疼你，你甘愿一个人？有你爱的距离，不过风景甲伊的人，伊不主动。你甘愿错过？如果伊不疼你，你甘愿一个人？